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私人直播室嘅時間啦。咁今日大家見到就唔係淨係得私人一個，仲見到兩個靚女添。咁今日咧就三個女性喺呢一個 chat room 度，喺呢一個平台度嘅。咁啊，包括 Venus 啊，咦個光靚晒咯！Venus 咧一陣間再講我哋淵源嚇，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嘅。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次應該先係第一次直接係見面。就仲要唔係面對面啊，係面對面，不過係喺 YouTube 上邊，即係一個軟件嘅平台，就 rather 定仲未係喺親身喺香港見嚇。我嚟緊9月會翻香港，睇下有冇機會見你。咁啊，仲有今日咧就好榮幸、好特別啦，請到一套完全香港本土製作嘅電影叫《目送》。咁啊，導演係韓傑堯Elise 嘅，好多謝兩位嚟到私人直播室。係啊，多謝你哋啊。咁首先咧，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就有啲應該係聽過呢套戲嘅戲名，但係我估暫時可能都未太多朋友睇過呢套戲。我釐身咗我嘅情況先。我喺今年1月咧翻過香港，咁當時咧因為睇開我嘅朋友都知我都係戲迷嚟嘅，咁我翻去嘅之前我已經係鎖定有幾套戲好想睇㗎啦，其中一套係《目送》。咁但係我翻到去每一日都 check 個播放場次，但係好無奈，我去嘅 case 咧，我2月8號翻英國啦。咁咧2月最尾嗰5場咧，就係喺2月嘅23號到28號。我真係有做功課嘅，咁我就 miss 咗。咁我初就以為，哎呀，最後嗰幾場睇唔到啦。咁但係咧，啱啱喺我上次嘅 live 開 live 嘅時候咧。Venus 就好好，佢就俾咗個 tips，我話俾我聽 Celia 唔係啊，目送喺香港會再上演啊，再播放啊，咁我就好開心啦。我諗住今日一定要捉住Elise 同埋 Venus 一齊傾呢個問題啊，呢一個故事呢一套戲。Before 可唔可以兩位簡單去介紹一下，簡單去俾大家，無論係睇直播或者睇重溫嘅朋友，知道你兩位其實個background 做緊嘅工作係咩咧 ？Venus 先啦。大家好，我今日係咪算係嘉賓主持啊？我可唔可以一齊主持㗎？好多謝晒啊 Celia。其實咧，我係Celia 咧，平時有行上嘅拍檔 Calvin 啦。我咧係 Calvin 嘅舊拍檔。今日我介紹俾大家話，我係呢一個久休復出嘅旅遊節目主持，就係因為以前咧我就同阿 Calvin 拍檔一齊咧主持旅遊節目嘅咁。我諗大家認識我可能多啲咧，就係作為一個不單旅遊 blogger 啦。咁好多時候會分享不單旅遊資訊啦，就去得比較多。但今日啦咁我都話配合翻我哋今日主題目送，咁啊講翻香港嘅呢個係木業啦咁其實我自己仲有一個身份嘅，咁其實咧我屋企咧其實係有一個小生意，就係做一啲樹藝嘅工作咁樣咁我都係啦，即係屋企嘅 business 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樹藝咧就同阿權哥，即係我哋目送今次套電影嘅主角呢個志記鎅木廠咧，咁又未話直接嘅關係嘅。我叫做掹下車邊認下，好似有啲關係咁樣啦。咁作為一個引子係啊，咁今次其實我就好好彩啊！Elise，我諗我係應該頭批可以睇到目送嘅觀眾啦。應該我係8月嘅時候咧，其實係 Elise 請我睇，但其實我同佢唔識，係咧，即係多謝 Facebook 大神啦。咁我喺 Facebook 度咧有朋友咁forward 咗 message 出嚟，咁就話Elise 搞一個應該係私人放映場啦。咁我應該係頭一次嘅私人放映嘅會上面嘅觀眾，仲係 Elise 請我睇嘅，好多謝佢。咁即係啦，咁順便就順勢介紹下 Elise 啦。咁我介紹下自己目送啦。好特別啊！我知道你今次呢一個開 live 咧，先爆你另外嘅身份，原來屋企係同木業咧都有少少嘅拉楞關係，好有緣分。呢啲都係一啲冇得解釋，即係唔可以好 scientific 去解釋嘅。咁Elise 今日嘅主角啦，咁Elise就簡單講講你自己個角色個工作俾大家認識下。我其實過去呢2-3年最主力都係做呢個目送嘅後製，咁即係你話工作就係一個唔係無業嘅，不過係俾呢樣嘢 fully occupy咗，即係你剪都剪咗大約年半啦，咁跟住過去大半年就係一路搞放映啦，即係冇停過 full time。咁一陣都可以簡單講下搞放映，其實係做咗成個電影工業嘅每一 part 咯，每一部分啦。咁即係去到好嘅一個歷練，同埋一個成個 line production 好大。
係啊，咁其實就之前我係一個即係 freelancer 咁，係接啲 job，即係幫人拍下啲 video 啊，寫下書啊，編下書啊咁樣，係啊。同啲朋友 say hello 先。咁咧呢一個咧就係 Rose 你好啊，咁啊詩人 Rose 喺德國嘅香港人嚟嘅，係啊，又係鐵粉嚟嘅。每一次只要佢一有時間，佢要我嚟睇嘅。多謝你啊 Rose。跟住就仲有輝哥啦，輝哥又係輝哥就而家喺香港生活嘅，咁我都日日睇到佢啲 post 嘅，咁啊多謝你哋入嚟先嚇。咁啊 Elise 其實我都要講，我同你都有少少淵源嘅。嗱，頭先同阿 Vanessa 佢講咗啦，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就係 Calvin 啦，都係大家都係好熟嘅一個朋友。我識咗阿 Calvin 10幾年，由佢未結婚睇到佢結婚嘅，我一拍佢紀錄片可以。咁入嚟，咁然後阿 Vanessa 因為好多係同旅遊有關啦，咁我又係半個身又係做旅遊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係有好多共同朋友。頭先開咪前，我哋都講咗一啲，都提起有一個人咧，佢好仰慕溫嘅，但我其實識咗佢好耐嘅。咁嘅舉例，咁同埋咧 Elise 頭先未有機會同你講，我同你都有少少淵源嘅。其實咧，我睇翻你嘅 background，我都係起過你底嘅。咁咧，其實咧，你係一個好資深嘅文字工作者啦。咁就其實都係你之前拍咗第一套片，就係《冬菇浮萍》，亦都係講香港嘅一啲冬菇亭嘅故仔。嗱，好多朋友唔知咩叫冬菇亭啊？唔知嗰啲咧，唔知嗰啲啊，應該冇去過，或者係太細個，但係應該睇過嗰啲，應該知輝哥定知啊。咁然後第二套就目送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即係事有湊巧，你都係將香港嘅一啲似乎將會成為過去歷史嘅一啲嘅故事、一啲地方、一啲人物啦，去做咗專訪，去拍成紀錄片。所以咧，你又被譽為一個紀錄片嘅導演。我冇 read 錯你嘅背景啊嘛。係啊，即係之前做咗傳媒都十多年啦，咁係啊，咁其實好多唔同嘅範疇都有做過嘅，因為我主要係做專題啦，即係副刊裏邊專題可能成版啦咁嗰種嘅，所以都唔同嘅範疇或者係跟住唔同嘅時事啊、文化思潮各樣咁其實每日都要出報紙咁係啦，即係最初係喺報紙度做咗十幾年啦，後來去雜誌嘅都，所以好多嘢都會認識到啦，咁啊好似呢個拍呢個目送都係，其實係開始就係我做咗都好長一段時間，我又超過10年㗎啦，咁就離開咗傳媒就做 freelance，跟住可能做下啲 PR job 啊咁各樣啦，咁結果就2015年左右啦，好似年尾啦，定係啦，咁就有個新媒體開翻啦，咁就call 人啦，即係買翻嚟，買翻係啦，咁我就自己我就即係 follow 咗一樣嘢，就我會有個專欄，就係專係我自己做，叫醫團伙，咁我就去揾一啲人咧，就係好對一啲事好有 passion，但係唔係得把口講嘅，係要做到出嚟嘅，咁同埋當時係需要拍片啦，即係3分鐘嘅啫，嗰時啲片係，咁啊有啲硬照攝影師咧，即係用佢哋嗰部超級大機單反咁啊，即係 roll 大約3分鐘咁3-4分鐘就要停噶啦，唔係否則即係燒機啊！佢哋要同我講係咁樣咁去做，咁所以嗰啲嘢一定要有畫面咯，係因為同時即係寫字之外，咁就阿權哥就係我其中一個嘅即係人物專訪YouTube 裏邊嘅人，咁係第一次好深入咁同你傾偈，訪問晒佢自己個人嘅嘢，係啊，同埋木廠啊咁樣，咁但係嗰個新媒體亦都因為好燒錢啦，然後好快咁佢就執咗笠啦，咁我又再離開咗傳媒，然後就即係一路都係做翻即係我自己即係接 job 咯，即係拍嘢啊，即係好短嘅，同啲 NGO 啊或者大專機構，即係一啲好短嘅video 啊咁樣。咁跟住係啦，一路都同阿權哥 keep 住聯絡嘅。然後佢2018年就話俾我聽，即係地震嚟度地啦咁即係據我嘅工作經驗咧，我就知道，咦，度地就真係真嘅啦。嚟料啦，真係要嚟。
講咗好耐啊，或者粉嶺，即係一個即係北區咧，叫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啊嘛。係啦，冇錯啦。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度地就真係真㗎啦咁樣。好嗱，停一停先。不如咁，因為咧，我假設有好多朋友都好似詩人咁，未有緣分睇到目送啊 Venus 幸福啲啦，仲要好早期睇到。嗱，而家嚟到呢度咧，不如我簡單啲俾一條導演 Elise 俾我嘅 share 俾大家睇一條 official 嘅 trailer 係關於目送嘅，大家先去睇一睇，睇完我哋再繼續傾，好冇？退後原來是向前，好似你咁樣，我唔拉後堂腳，點咪可以推前咧？咁樣戒到一嚿木頭咧，係咪？最近嘅時間咧就敲定咗話做個北面大都會啦，政府有權咧係幾時嚟清拆你嘅。冇乜時間啊！我哋真係，你知道佢出咗清場信嘅話，其實得3個禮拜嘅啫嘛。將我哋啲木材變為呢啲咁嘅纖維，嘥咗啦，嘥咗佢。如果佢唔係結業，你會唔會去啊？點解我哋都會覺得佢嘅消失係可惜咧？或者點解我哋都想希望揾方法令到佢保留咧？好，咁我哋又翻嚟同大家傾下偈先。OK， 嗱，啱啱睇一條 trailer 啦。假如大家係未睇過《目送》呢套戲，未睇，咁啊啱啱條 trailer 咧都好濃縮版本啦，大概1分鐘多啲啲。咁啊睇到Elise 係用咗5年時間去，但係5年時間拍攝啦，跟住再用咗即係幾年時間1-2年時間去做一個剪輯，記從其中一個好精華嘅 trailer 片段。唔問 Elise 先，問咗 Vanessa 先，你睇咗首映算係頭嗰輪啦，嗰段時間8月啦。你當時睇，你又唔識佢啦，你唔使俾面佢啊，你照講。你睇完第一個感覺，你係有幾由心？你覺得套戲點咧？其實有2個好大嘅問題要想問嘅，不過現場冇問，因為可能覺得好太長，或者因為嗰時權哥都喺度，咁可能我就冇問到。其實咧都想問下導演，第一我就喺度諗，香港仲需唔需要鎅木廠咧？佢喺度最後一間，咁其實係咪已經淘汰到，其實可能個 business model 已經唔 work 咧？而第二個其實其實呢個係我當日睇完套戲嘅個疑問嚇。其實我喺今次做呢個訪問之前，我都係做咗啲 research，我都有個睇法，但我梗係想 Elise 真係親口同我哋嘅觀眾講佢嘅睇法啦。另外咧，當日咧，另外一個問題就喺度諗，其實套戲裏邊咧，或者唔係套戲都得嘅，其實可能大家都會有睇過下關於志記鎅木廠嘅故事，都知其實咧志記一度就係好多年㗎啦，喺公眾面前，因為收地咁樣，咁佢會搞好多公眾活動啦，有好多人嚟去上去 workshop 啊，學下即係木業嘅嘢啊，咁亦都有好多嘅parties 過嚟幫忙志記鎅木廠，希望爭取最初係爭取呢個不遷不拆嗰啲咁樣啦，咁又有出入嘅嗰啲 parties 嗰啲唔同嘅單位咁樣，咁又有啲可能有啲老師係帶啲團嚟啊，有啲大學生係搞啲團嚟啊，有啲係真係嚟學做木工啊，有啲咧就各有意義。嗱，呢個故事咧就即係睇目送先可能會再留意啲，就係話其實咧權哥佢哋屋企係8兄弟姊妹嘅一齊，即係繼承爸爸嗰個呢一個自己鎅木廠咯。咁即係話呢佢要面對嘅單位人數嘅數量係好多，而佢哋各有可能佢有自己嘅目的啦，有自己嘅 agenda 啦，有自己嘅諗法啦。咁我就喺度諗，哇！一個導演，即係當然好多年嘅相處啦嚇，究竟要點樣去處理呢一大班完全唔同方向嘅人，而或者中間望到啲咩矛盾、咩衝突咧？咁我當場冇問，因為我覺得哇，唔知答到幾耐。今次有機會，我今日有機會可以問下 Elise 同我哋去分享呢個2大疑問啊！我當場睇完套戲，或者即係Celia 都講到啦，即係可能有啲即係觀眾可能未必睇過目送啦，咁簡單嚟講，即係講一講目送講啲乜先啦。其實目送就係由2018年開始，即係佢揼地啦，咁就去記錄佢咁樣。咁當時就得2個人喺度，即係8兄弟姊妹裏邊
得兩個人嘅啫，就係權哥同埋妹姐啦。然之後佢哋阿權哥個細佬就應該係排第7啊。咁佢阿權哥排第5嘅，咁啊阿妹姐就排第8。咁就係佢同阿妹姐權哥就兩個人一路喺度打理嘅啫。咁就有個伙計啦，個伙計係一個星期返4日啦咁。咁跟住另外一個喺鏡頭間唔時會出現嘅，就係喺星期6嘅木工班翻嚟幫手嘅，叫阿強咯。係啦，咁其實佢8兄弟姊妹一路都係其實得兩兄妹喺度打理緊自己嘅啫。係啦，咁但係自己其實個 background 係咩咧？就係佢喺上世紀50年代咧，就係自己個字咧，就其實佢哋爸爸嚟嘅黃志啊。咁就喺北角村，而家都拆咗啦，即係嗰個位啦，渣華道嗰度啦，北角嗰度起第一間鎅木廠，然後就因為喺北角村啦，跟住佢哋就搬咗去柴灣，然之後咧就因為要起呢個柴灣公園咧，佢哋又要搬出去海岸線啦。因為海岸線咧要起呢個東區走廊啊，咁又要拆啦，咁又要搬啦，跟住後來又要起呢個地鐵延伸到去柴灣，跟住佢哋又要去搬咯。咁但係成個港島已經冇位，然之後佢哋北上一路去到最盡就係古洞北，再盡叫馬草壟。係啦，土字邊一個龍一個土，咁咧就啱啱已經係山腳㗎啦。山嘅另一邊係咩咧？山嘅另一邊咧就係有好少量嘅濕地啊，即係魚塘嗰啲啦。咁就係已經係深圳河啦，係，因為對面就係啦，所以佢已經去到香港本地嘅最北邊咯。咁呢個時間係幾時啊？就係1982年開始入去揾地啦。但係其實佢哋起廠咧，即係點解咁難搬咧？其實當年起廠都差唔多起咗2-3年嘅。純粹起，因為你係喺個平地啦，然之後要掘地牢啊，要一啲大型嘅機器啊，裝嵌全部都係其實好自動化嘅。佢有即係 even 你界木咧，好多木糠咧，佢哋都有得吸管咧，咁吸埋喺一個位咧。如果 Fanice 見到每個觀眾都好深刻，有一幕好似飄雪咁樣，就係其實係全部收集晒啲木糠咧喺佢哋個廠房嘅一個位置啊。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係好自動化各樣。純粹起廠都起咗2年以上咯，係啦。咁大約1984年度開始再投入經營咧，其實當時只係佢8兄弟姊妹，但係得阿權哥嘅啫，翻嚟接手，因為佢本來佢哥哥同埋阿強啊細佬打嚟嘅，但係佢哋都即係個哥哥咧就另起爐灶啦，即係因為當時鎅木業係仲係比較興盛啊。咁就佢自己出去另起爐灶啦，然後佢爸爸已經過咗身㗎啦，起廠嗰陣，所以咧其實由嗰時入到去古洞北咧，其實主要嘅打理人咧就係得阿權哥咯，所以係唔出現即係冇話8兄弟姊妹爭啲咩，因為有2個哥哥已經過咗身，有2個哥哥已經過咗身㗎啦，而嗰啲家姐咧10幾歲、10幾20歲結婚㗎嘛，嗰個年代係，結婚之後就再冇去參與啲家族嘅嘢。好啦，一個地要搬，一個廠要搬咧，其實分2部分㗎，一個係個廠啦，一個係個地啦，即係2樣嘢嚟㗎嘛。咁所以佢個廠咧就係佢同妹妹同埋好似阿媽3個名咁啊，即係打理啦。即係雖然媽媽已經過咗身，咁跟住笪地咧仲係阿爸爸個名嚟嘅，所以就話個最後點解佢政府所謂賠咗1000幾萬俾佢嗰塊地啊？咁但係佢係要分俾8兄弟姊妹，就係因為佢自己出於喂，雖然我打理，但係我唔會吞咗笪地咯，係呢個原因，就唔係話8兄弟要去爭家產。OK，都已經好老啦，咁有個哥哥有一個即係退咗休，即係我都曾經有係放映之後啦，有次即係亦都係唯一一次走入去阿權哥嘅私人嘅生活圈啦。佢生日咁係請我去食飯咁樣，咁啊全部都冇後生嘅，全部老人家。咁係佢啲兄弟姊妹啊朋友。唔係，咁權哥都已經70幾歲啦嘛。係啊，所以其實係第5個啫喎，咁係佢以上嘅兄弟姊妹更加年長咯。阿哥哥就已經有2個哥哥過咗身啦，有2個家姐就坐緊輪椅啊，咁所以係即係呢個家族內部嗰樣嘢其實唔存在去問題。係啦，因為下一代又唔佢哋係即係佢自己都有2個女嘅，雖然佢嘅裏邊
紀錄片都有交代到，即係牧場作為一個地方，其實亦都係阿權哥治療佢自己一個好重好重嘅傷口嘅地方咯，就係佢個仔好早就過咗身，咁係牧場做一啲嘢，你阿 Celia 喺後邊個 background 生命之神，就係佢做牧作咧救翻佢嘅，其實係，咁所以係個古仔，個重心都係喺翻牧場嗰度咯，而真係現實上即係 Venus 即係。答翻嚟就係，其實佢班兄弟姊妹係唔存在呢個。咁但係頭先 Venus 咪問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客觀啲去諗，其實戒牧廠呢一個東西係咪因為都差唔多去到真係好末端嘅發展啦？喺一個行業裏邊，甚至乎佢係最後一間。其實如果政府唔收地，你又覺得其實佢係咪仲有一個保留？繼續喺香港嘅價值咧，即係剛才 Venus 都問呢個問題，你點睇咧？嗱，其實我諗係兩方面啦，到底係有冇需求啦？第一咧，你見到佢自己其實佢唔係純粹去處理一啲叫做戲目嘅，你見到佢有好多嘅你未見到哦？我未睇到，係啦，其實係裏邊都有講到。佢哋會處理好多喺97年之後咧，因為嗰個佢哋本來就係嗱，首先要知道戒牧廠係咩咧？戒牧廠其實係加工廠嚟嘅，佢唔係去買好多木材翻嚟，我戒跟住 sell 出去嘅，唔係嘅。而家好多即係佢哋講收地嗰陣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叫做戒牧廠存在個名，但係佢哋全部做晒貿易公司或者貨倉咯，就係佢哋買啲木方翻嚟，即係入口嗰啲木方咁啊。本地燒啦，即係話本地其實有個需求嘅，唔係你都唔會有咁多咁啊。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叫港九木行商會嘅，咁其實好多即係香港真係仲有木行嘅，但係佢哋所有嘅木咧都係喺外邊 input 翻嚟嘅，即係可能係歐美啊，或者係內地就入口嘅嗰啲係啦。咁你知道其實有個市場嘅。好啦，講翻香港，香港到底有冇得供應咧？嗱。我哋講翻個原產地，如果你話我要檜木，要啲好勁嘅，即係你知道樹木就真係要睇水土噶嘛，你唔係嗰個地方，你唔會產生嗰樣，係咪？咁係本身香港自己有冇啲嘅木材咧？咁我哋見到好大量嘅，即係譬如自己咧，佢好大量係一啲嘅電燈柱啊，即係電線桿。你知中電咧，其實服務範圍就係九龍同埋新界啦。咁新界而家北都要發展嗰個地方，你知唔知其實係幾多分之個香港啊？係1/3個香港咁大嘅，純粹而家北都嗰度係啊。咁你就知道其實嗰度有好多嘅樹木啦，本身將會 lock down 嘅，真係啦。咁亦都最近都見過嗰啲業界啲人同我講啊，原來其實講緊政府有個地方叫 Y Park，係為咗呢個處理山竹嘅冧樹。咁你都知道有幾大量咧，即係純粹係冧樹。好啦，咁呢啲係冧樹啦。咁另外就係譬如阿權哥一路由97，佢有個偶然嘅機會之下，知道中電嘅電線桿啊，叫做係，咁都好大量。佢後來都即係中電默許咗佢去承接呢啲佢哋唔要嘅垃圾啦。咁因為你諗下咁大量咧，堆晒堆填區，堆填區而家講緊飽和啊嘛，食唔到噶啦，係堆填區。係啊，咁其實係仲有佢又會去幫人哋去收樹啦，即係譬如學校冧咗棵樹喎，即係有唔係淨係新界嘅，有佢有時話俾我聽灣仔收咗棵唔知咩樹，間學校又唔知邊度收咗棵樹咁啊，當然我唔容易啦，終於我哋都記錄咗佢去收樹嘅，咁亦都係喺佢身邊努力咗好耐，追佢。哎呀，你一定要話俾我聽，你去收。但係佢係一個好專心去戒木嘅人，佢唔會諗應酬呢個，所以係好即係嗰啲片段都係珍貴嘅，即係好難去。一定係。係啦，咁你見到有好多嘅香港本身有好多嘅樹木，其實係需要處理嘅。你唔通去堆填，你走去運翻內地，即係嗰個成本係好大，所以你見到有需求，亦都係其實有嗰個來源，所以其實係要一啲嘅呢啲叫加工廠咯。咁但係可惜就係佢哋個特色就係佢哋唔可以上工廠嘅，因為佢哋嘅機器係好巨大嘅，
即係要處理啲咁大樹咧，係成個即係譬如我應該都得我可以拍到啦，即係因為佢關於自己亦都其實網上邊有好大量嘅訪問 video 各樣咯。咁但係我記得因為我2016年第一次去揾佢，我已經走咗入佢個地牢啊。咁啊睇到啊嘛，所以我話我要拍低嗰陣啊，又要再入去咁。其實佢嗰度已經係30尺乘40尺，要掘一個大嘅窿，藏嗰部其中一部機器嘅一半落去咯。咁個震動力好大嘅。咁所以其實你亦都見到佢有啲原樹好大嘅原生嘅樹木。咁你話其實係唔係佢係最後一間，係咪代表佢冇一個經濟嘅叫做咩啊？一個營運嘅能力咧？其實佢係有嘅。佢除咗界木上面咧，其實佢令到即係佢進入公眾嘅視野，唔係一個夕陽工業咯，係佢由2016年開始搞木工班，然後係佢最高峰嗰陣咧，係每個星期都有嘅幾十日咁樣，大家一齊去聽阿權哥去講木同人嘅關係啦。即係佢除咗去教人哋去做張凳仔之外，或者做啲簡單嘅木器之外咧，仲會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好長嘅一段時間，幾個鐘嘅會導賞咯。佢會一路行一路介紹唔同嘅木啊，人同木嘅關係啊，即係由先祖即係原始人到可能如果我哋講個體，到我哋死咗，即係行將入木要用棺材嚟保護我哋咁。咁所以係成個好大嘅一個轉化，對於佢嚟講一個木廠，除咗去加工界木之外，佢仲係喺度推廣緊一個人同自然同樹木嘅一個關係，一個學堂啊，可以係，所以係甚至去到外國嘅一啲大學咧，每年 Manchester 嘅University 咧，佢好似都去咗好多年嘅。咁有啲德國嘅領事啊，或者唔同國家嘅領事，其實都係去佢嗰度去探訪，去參加佢呢樣嘢咯。因為外國有好多地方咧，其實係好重視、好珍惜大自然嗰個資源，保護佢哋嘅。咁所以應該會好欣賞阿權哥佢喺呢一方面嗰個知識經驗，真係一個寶庫啦。呢套戲目嘅英文叫做 Fallen Treasures 啊嘛，我見到。咁其實 Treasures 真係呢一個意思。阿 Venice，你有冇去過自己間木廠 ？I mean in person 有冇去過？呢個我就冇幸啊，冇機會去到嗰度。我其實好想去，但係即係好可惜係。其實咧，頭先阿 Elise 就喺度講啦，話權哥幾時第一次開始搞啦？我又未有機會去。咁佢16年開始搞，但我都想問下嗰個緣起。其實嗱，我喺度諗，咁啊都界木廠都講緊70年前。咁啊，當年佢哋爸爸黃志啦，應該係同埋係咧阿權哥佢哋。咁我諗佢哋嗰個年代梗係冇諗咁多咩環保啊，又要教育大眾啊、木工啊嗰啲，咁係想揾食嘅啫。咁啊，到16年佢哋話開呢啲木工班啊嗰啲，我都明。當然頭先都有講生命之神嗰個故事好 sad 咯，大家要入場睇啦呢個故事。咁啊但係都話其實權哥佢開始諗話佢搞呢啲班，係咪話因為佢已經開始要抗爭啦，佢要開始要爭取啦，咁開始有啲單位嚟幫佢，為啲建議佢，因為嗰時興啊嘛，即係可能啲年青人，因為頭先聽講啊，似乎3代即係佢哋皇家3代好似又冇乜邊個參與啦，可能年青嗰方面就未必係嚟自家族啦，係咪開始即係有啲社會唔同各界嘅朋友開始俾啲意見啊？權哥不如你可以面向公眾喎，你可以搞下呢個工班喎，開始接觸公眾，定係究竟點樣阿權哥嗰個生活歷程開變會開始係啦，想接觸大眾嘅咧？據我所了解咧，就係佢開始做佢自己做木創作，組個木工班嘅。咁因為佢個仔離開咗，咁佢要揾一樣嘢去轉化，咁就開始創作木工。然後佢有個佢叫做張超和老師啊，好似總之係一個教書嘅老師啦。咁就去識到佢啦，因為都有啲人 on and on 咁去探下佢啊，去睇下木啊咁樣。咁就話呢啲嘢好得意喎，不如你教下大家一齊點樣做啊咁。同埋嗰個時間雖然話有個需求，但係佢始終係呢個行業係手作嚟嘅，即係界木我講緊，佢哋有機器，但係需要人去
去街住啲機器，唔係話撳個掣就有10部鋸，咁樣咁樣去鋸嘅。咁佢嗰個工人都即係佢得一個工人由柴灣嗰陣跟住佢，即係個界木工人啊，唔係講家傭啊。咁係跟住佢咧，其實佢都係返4日嘅啫。咁佢就其實好多時間5-6日咧，嗰時就開始自己做啲木作啊。咁所以嗰個老師就建議啊，你啲嘢都幾得意喎，你又有地方，又有咁多嘅工具，因為我哋都記錄咗佢，其實佢有各種切割嘅工具啊、刨啊、磨啊，總之你去一啲小型嘅可能木藝家嘅屋企嗰個 studio，你都唔工作坊都唔會見到咁多，佢有各種好仔細嘅電動嘅工具或者手嘅工具咁樣。咁嗰個老師就建議佢不如搞班咯，咁樣開始嘅。咁後來就有啲嘅年輕人入咗去，即係14年、13年開始啦。咁亦都有啲嗰時簡單嚟講，有個佔中運動啦，係咪？咁就開始有唔同嘅年輕人覺得要入去唔同嘅社區，所謂深耕細作啦。咁所以就大家去，可能係市區㗎，土瓜灣，大家可能去點樣去同個社區去了解，或者你甚至喺嗰度生活。咁亦都有年輕人入咗去鼓動嘅，咁就開始幫佢去做一啲行政上嘅嘢咯，純粹係即係貼下，可能搞下 Facebook 而家招生啊咁。係咁，即係佢所有嘢就係權哥哋自己搞嘅。咁佢哋佢嘅木工班嘅名物最出名就係嗰張凳仔。嗰張凳仔就係阿妹姐自己，原來佢自己中意去行下鋪頭，咁啊見到人哋，咦印象人哋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板材，因為佢哋係界木工人，佢哋唔係一個即係木藝嘅工匠。係啦，即係雖然自己會揼啲嘢。咁所以咧，佢哋兩兄妹咧，其實由阿妹姐開始去研究，咦可以咁樣，我哋有咁嘅工具，點樣將啲電燈，即係電線桿啊，點樣將？因為電線桿經過一個防腐同埋防蟲嘅處理，咁啊唔適宜做砧板嘅，因為同人有關啊。咁佢哋就諗，不如做一啲即係，譬如你見到呢張相啦，真係好好啊！你都知道想咁啊，做下木馬啊，做下凳啊咁啊，咁就係佢哋自己做嗰時都未有木工班。咁啊，自己喺度，咦，其實係可以咁樣做喎，咁，因為木工班就嚟就係，咦，要用好短嘅時間，大約4個鐘頭，停下行下講下，就要令到佢哋做咗一張好有滿足感，即係學完啦。咁所以咧，開木工班嗰陣其實已經好純熟噶啦，點樣將嗰啲板材咧砌好佢，令到啲年輕人或者入嚟嘅，其實都唔係年輕人啊，佢哋有各行各業，但係其實好奇怪嘅，嗰時係最多係中產嘅，同我講係，即係我話俾你聽啊，我咧都曾經喺香港咧就去過一個元朗某啲係嗰啲汽車場附近嘅一間木嘅廠度咧，因為我就有做過另外一個訪問啦、拍攝啦，咁我自己親自去咧都做過一張雙摺嘅木凳嘅，咁我都係帶埋過嚟英國，而家喺我屋企裏邊，所以。我諗我明嗰份心情，我想問阿 Elise 你自己有冇落個場喺阿權哥度咧做過一張凳仔俾自己啊？我最近我先探佢，我話：唉，你哋都有就嚟俾人即係逼遷啦。咁但係我至今我都冇幫你，即係我都冇落過手，因為其實我自己喺2018、19嗰陣已經好嚴重，因為我啲關節全部出晒問題嘅，即係係啦，咁做咗一個手術。係啦，咁2019年做咗個手術，咁即係我打蛋都唔得嘅，係啦。咁啊，所以唔係佢哋好肯幫我嘅，佢話你嚟得㗎啦。咁阿妹姐通常其實妹姐好多人搞唔掂咧，其實係妹姐幫佢，幫佢哋執埋完成埋係嘛？好多人我諗好多參加我，即係我諗都有，我唔知有可能上萬人啊，真係可能分鐘係好多人同我講話。搬埋張凳仔，係啦。當佢哋移民嗰陣搬埋去啊。係，因為你真係易啊嘛，你梗係攞走埋，跟住自己或者搬屋啦，你都係帶埋走咯，好開心。係啊，但係我就話，唉，真係好遺憾，我係冇辦法去揼一張凳仔，因為我又唔好意思叫佢揼一張俾你。係啦，你揼俾我啦咁。但係我就好清楚每一 part 點樣做咁樣。係，唔係咁你揾下攝影師傅家俊去揼嗰張凳仔啦，不如。
佢唔係即係呢樣嘢誒，但係我就介紹咗好多朋友去啦，即係啱放映，其實佢哋俾人哋2022年咧10月唔係9月啦，圍封之後啦，咁跟住一輪嘅報導之後，其實佢就已經消失喺公眾面前，大家以為佢哋唔再存在，其實都仲喺度嘅。嘅啦，係啦，咁直至到1月啊、12月嗰輪嘅放映啦，就開始有人知道翻，跟住佢哋搞工作坊啦，咁都係目送嘅觀眾嚟嘅，嗰啲人去參加嘅。佢哋而家方唔方便講？佢哋而家喺邊一區啊？即係志記仲喺邊度啊？喺佢哋嘅舊址嘅200米對面，就啱啱係嗰個邊緣，因為佢都揾唔到地方，而係即係可能熟啦，咁就人哋叫做平價租借一個地方俾佢擺住啲嘢咁樣樣咯。因為佢圍封之後，佢乜嘢都冇晒嘅，咁係最後政府就俾翻叫做7成嘅木俾佢啦。圍封嗰陣有大約700噸啦，咁7成你估計大約500噸到啦。咁點解俾翻佢咧？因為其實你冇地方接收啊，你明唔明啊？明啊，根本政府都揾唔到地方去擺，即係佢封你走啦，我唔要你啦。但係你啲嘢我又處理唔到喎，咁不如你自己繼續處理啦，俾翻俾佢咯。所以其實佢好辛苦啊，佢係好努力，咁佢又買翻個比較簡單嘅，即係相對於成個廠1萬尺嘅廠，係有唔同嘅大型機器、細型機器，到而家係一個即係我諗嗰度都冇1000尺，即係我幾百啊，即係一個好細嘅位就擺到一堂鋸咯。咁佢就買咗用幾廿萬喺內地買咗堂鋸翻嚟，咁就將個俾翻佢嗰啲就喺度解咁樣咯。咁啊，而家係啦，係咧，就係想問下，即係其實咧，我又係啦，個觀影感受啦，就係我睇到，終於圍封，因為其實志記呢個故事都講咗好耐，即係我哋喺新聞媒體裏邊咧，即係我聽佢講，話要封啊，要封啊，即係其實講咗好耐，話要收啊，要收，收到通常係咁噶嘛，講咗太耐嘅時候，我哋覺得可能最後唔會噶啦，已經漸漸係啦咁樣樣。所以我睇戲喺度真係突然間有一日咁樣衝出去，就突然間話圍封啊，權哥衝出去啦，你又衝出去啦，即刻要去拍啦咁樣樣。其實我心裏邊有少少作為一個完全唔關事嘅一個觀眾，我想諗，其實不過了斷啦，講咗咁耐啦。咁其實你可能當朝你好混亂啦，但其實後來你諗翻你睇翻，你會覺得即係導演啊，韓導，你覺得，咦，其實呢件事喺嗰個如果佢唔政府唔突然間有一日真係逐一聲圍住晒佢，其實權哥係咪會繼續一路拖？如果政府到而家冇做嘢，其實一路咁樣繼續喺度係咯，即係你點睇呢樣嘢咧？我諗其實佢哋唔係諗住拖嘅，因為喺圍封嗰個月份之前嘅2-3年咧，其實佢哋已經好積極咁去開始揾地嘅，因為佢哋你要知道佢喺2019年先收信嘅，定話要收佢哋，要佢哋搬。咁其實嗰度都記錄咗有啲年輕人其實幫緊佢啦，其實有啲木藝家啊，有啲建築師啊，其實佢噏嗰啲名咧，其實有啲係建築師啊，亦都係一啲關注土地嘅團體啊，或者一啲個體啊咁樣。咁亦都有啲同佢 bridge 一啲叫基金啦咁。咁其實佢哋不停咁去揾個地嘅，同埋即係入標去投政府嗰啲地啦。咁奈何全部都係唔得嘅，因為你呢個其實要講翻就係可能係政府一個架構問題個結構，即係每個部門都淨係負責佢嗰 part。咁但係呢個咁大嘅 case，你諗下佢當年起廠都起咗2年，咁佢點樣搬？咁同埋佢咁多嘅阿強哥都講到，佢哋咁多即係咁多木材，佢話就算純粹運費啊，都要過百萬。即係可能由一個點去搬去另一個點，咁點樣搬咧？咁你去到最後，其實講緊政府賠咗大約1400萬俾佢，佢自己一個人就分得100零萬咯，分8份。我後來話長孫又要分，即係總之佢哋家族要講得公平。簡單嚟講，佢得100零萬，咁即係冇佢唔係拖啊，其實佢係好努力咁樣揾緊地啦。咁我哋都有記錄到，其實有啲嘅矛盾喺邊度咧？即係就算有人話你買唔起地，咁你不如租啦。咁有人獅子開大口喎，即係8萬蚊一個月喎。咁但係其實係啦，就做唔到，因為都係啲手作嘅嘢，即係唔係啲好，佢哋唔係好唔係啲木材買手去大量即係做一啲貿易買賣啊。咁其實
所以其實係冇辦法喐到嘅。簡單嚟講係，咁但係係唔係要喺嗰度嘅時間去一定要去封咧？正如佢所講，其實佢就喺第一期收地嘅邊陲，喺佢哋隔離咧，其實劃咗喺第一期嘅，有一個叫做咩中田啊田中維修車嘅，係傳說。不過係佢哋都寫咗報紙嘅，就係嗰個咧就係接政府嘅 job，幫政府車輛維修嘅。係咁佢哋咧就真係最近先真係收咗，即係佢哋再 last 多2年幾咯。咁如果你有啲時間俾佢消化啲木材，或者再有時間去做，咁會唔會好啲咧？咁咁其實呢個係好大、好宏大嘅一個，即係可能唔同嘅部門嘅運作啊，同埋一定係要因為我哋都有啲嘅即係每次都有影後分享啦。咁有一啲都特別加時去包場，咁啊傾咗都比較深入。有啲係比較做前線嘅，做政府，佢哋都講到其實政府每個部門咧，其實係處理唔到呢個 case 嘅。你真係要特事特辦，有去跨部門去睇先得嘅，因為你冇人夠膽承擔起，然後去 approve 呢件事咯。因為佢個 case 係你唔係要安置佢上工廠，你真係要俾到地去，跟住點樣搬係啦，即係各樣咧係唔係話，所以我唔覺得，雖然阿權哥個人咧就係唔會咁快嘅，佢係口咁講，但係其實佢好心急嘅，即係其實佢嗰個心情好微妙，但係無論佢開心唔開心，佢隻手咧，即係我哋琴日啱啱又放嘅，佢係冇停過。係都係繼續戒，即係譬如佢哋今次本來係話3月16號，業主通知佢哋好走啦咁樣，係啊咁但係好啦，3月10號嚟啦，咁原來業主又繼續收佢租，點解咧？因為政府本來就係話佢哋而家喺個邊陲第2期嚟㗎啦，其實本來係舊年24年嘅9月，要準備收嘅。咁但係結果就一路又係得個傳聞咯，然後佢哋都冇收過信，業主啊講緊係，咁啊傳聞政府庫房而家唔夠錢，冇錢，係我知，大家都知啦，講啦，得個講係啦，一路都其實得個講字，冇實際嘅嘢做到咯，係咯咁結果而家話3月咁做咁我都特登嗰日問佢，我話咦啱啱聽新聞喎，好似3月15啊定14咧，新聞又講啦，即係有相關嘅部門出嚟我哋一定會收㗎啦。啲人一定要搬啊！啲講啲居民，如果個屋邨安置居民個屋邨未起好，你哋都要去臨時房屋住咁。咁但係遇翻啲居民咧，佢哋話到今日，即係琴日見到啲居民，佢哋都有啲居民特登有嚟睇嘅。咁係馬上佢哋話冇啊，到而家都冇信收過。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咧，我哋作為一個旁觀者個 observation 係好被動啊。即係被通知，我今日嚟收，佢今日冇嚟，冇嚟啊，繼續等啦。跟住你個心會好忐忑，因為你知緊一樣 unknown 嘅事情，你唔知咁即係究竟嚟唔嚟咧？幾時嚟咧？1個禮拜後嚟啊，1年後嚟啊，半個月後嚟，完全唔知喎。或者突然間有一日佢又嗰朝，你即係可能面都未洗起身，佢就嚟，又唔頂。其實係一件好會令人好不安、好忐忑，尤其是權哥根本呢間木廠就係佢個仔，即係就係佢一手一腳，所有嘢真係揼石仔，慢慢去處理，慢慢去即係愛錫一路去成件木廠間木廠點樣做咯個事情。by the way 又出下先，原來咧阿輝哥話頭先我想講阿輝哥因為都係做媒體嘅一個已經消失嘅媒體，大家大概估到啦，食得嗰個媒體。咁咧就原來佢話其中一個攝影係佢舊同事喎。OK。大家又即係我一定係佢，因為我哋其實得2個攝影。阿輝哥，你講緊係阿韓導啊 Elisa 係啊，定係阿攝影師係啊？阿傅哥哥咧，係啦，傅俊偉係啦。咁傅俊偉就係主力攝影師啦。咁我就即係疫情，因為其實發覺一部機係唔夠嘅。咁後來我都加入，即係要加入拍攝啊。咁因為攝影師本身有佢係全職工作啦。咁。其實好犀利㗎，兩個睇翻呢一套戲嘅背景啦，其實就係傅俊偉主力拍啦，然後你又為咗套戲咧，你特登去買一部機，跟住咧你就去，因為你想盡量唔好佢講咗啦，原來係傅俊偉係佢嘅。係啊，因為傅俊偉係行裏邊好資深嘅新聞攝影師嚟嘅，係啊，
咁好難得啦。我記得我睇翻你哋有一場嘅謝票嘅時候咧，你同阿傅俊偉都一齊出現，咁你兩個有解説，你就話你大家睇下咧，最尾嗰個工作人員啊、明姐都好短嘅，好少戲咁短嘅，因為我哋又冇背景，又冇機構，又冇資助，又冇財力乜嘢，咁其實拍攝就得我同傅俊偉嘅主力。咁然後你又講，你又為咗唔想 miss 啲鏡位啊、啲古仔、一啲唔同嘅 moment 咧，你又自己買一部機盡量去拍。咁你都好謙啦，你話所以咧，大家如果見到啲位震震地嗰啲咧，就多數係我拍啦咁樣。咁我覺得好有心，因為兩個人近乎啦，兩個人去完成一套戲喎，一套戲喎。咁你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好匪夷所思咁樣，尤其是你原本最初喺冬菇浮婷之前。你導演都未係噶嘛？嗰陣時你係一個好資深嘅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傳媒嘅工作人員啦。咁但係你呢個而家我想跳開少少啦。咁由呢一個跳進去拍戲，你係一番咩心情？點解會有呢個演變？而家你係繼續行啦，即係你都話你可能又會接一啲 job，幫人哋去拍短片啊各樣。即係呢個轉變都頗大噶嘛，由一個文字工作者變為一個畫面、一個 visual 嘅一個傳媒人士，你點睇咧？其實喺2010年代頭咧，嗰時已經成日講話啲傳媒進入冰河時期。咁我哋咧，即係啲老闆唔加人工，最主要就係話而家啲紙好貴啊，就係印一份啊蝕一份咁。即係講到咧，其實做紙媒咧冇得做。咁然之後喺到2014年、2015年開始就最大一個最抌本嘅新媒體就係香港01啦。我都有短暫入去裝下咩事，即係講緊成個媒體係要轉型啦。咁慢慢其實前前後後你見到每個媒體都有 online 嘅一個 version 咯。咁係講緊係譬如我哋做古仔嘅，咁我要有一個嘅，一定要跟 video 噶啦，咁樣，咁係一個轉型嚟嘅。其實係嗰時已經係一個契機要去轉，咁我又覺得都幾好玩啦咁。因為其實我做紙媒，做報章或者雜誌都好啦。咁其實嗰時亦都係。即係傳媒本身就係個 budget 好有限啦，咁我哋做編輯，我哋跟版面，我哋去做，有時候都要出去做嘢啦。然後其實好多時影相我都係我嚟嘅，即係已經係影開硬照啦。咁係二合為一啊嘛，即係兩種工種，第一個人做晒。即係最好嘅年代咪就係最富貴就係。我可能做一個古仔要2個攝影師跟我嘅，去到最後就係自己一個踢晒所有嘢，去到最後出埋個版面嘅編輯都係我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全部嘅嘢要做晒咁樣。整個大潮流都改變咗媒體嗰個生態度。Vanessa 都應該見證過唔少啦，即係當然你係之前踩咗好多喺旅遊方面啦。其實旅遊都係有咁嘅少少咁嘅情況。以前啲你個都係自媒體嚟㗎嘛？你個係咪？係啦，啲 trip 咧以前好奢侈，就係記者同埋擸埋攝影師一齊出㗎嘛。後嚟咧就變咗個記者都要做埋影相，因為慳翻個攝影師。跟住有啲攝影師就話攝影師都唔使做啦，都冇咗呢個 job 啦咁。咁啊 Vanessa 有冇都經歷過、見過或者你自己體驗過呢方面嘅嘢咧？我從來都唔係一個傳媒界人士，我只係一個普通遊客，我只係中意寫自己嘅遊記啫。不過咧，我頭先聽阿 Elise 咁樣講啦，即係其實係嗰個現場，因為講真咧，拍紀錄片咧，你又要好捕捉一啲 moment。咁當然我就咁睇啦，目送可能就未必話下下要好，因為你其實你就係咁長時間嘅一個拍攝啦，係嗰一日可能圍風就好緊張 bling bling 咁，但係其他可能都冇咁話好趕要捕捉，反而就喺咁長時間相處裏邊咧，裏邊咁多人物咧，頭先都講有咁多出入啊，同埋我記得咧，我喺首映嗰個答問環節，我都有問過啊權哥嘅，我話咦當初咧就好似係第一個單位去幫你爭取，搞下邊第二個單位幫你爭取喎，咁啊有啲轉變咗咁樣啦，咁啊其實都想問下 Elise 喺現場啦，就睇住佢哋啦，
即係你嗰個取態係，即係冷眼旁觀嘅觀察嘅，定係會係點樣樣？定係你都會提自己唔好參與，定係話 OK？咁佢哋現場呢啲有啲進出嘅單位，其實你會冇見到一啲咩矛盾或者衝突咧？我估呢啲單位其實佢最終後邊嗰個 agenda 應該同權哥可能都未必一致啦。其實你見到啲乜嘢嘢喺嗰度？其實又唔係我哋想象裏邊咁啲嘢咁激烈，係啦，因為咧本身係嗱，權哥咧就一定係每日都係咁樣做嘢，然之後咧佢平日就真係戒，跟住我去揾佢都只係等佢食 lunch 嗰陣咧同佢傾偈嘅，因為唔想阻住佢，即係我自己個角色我就好，我時刻亦都好清楚咧，我要同佢有個距離，即係我係一個觀察者咯，我唔出聲嘅，即係。因為有唔同嘅專業嘅人，其實幫緊佢啦。因為記者嘅角色嚟，記者永遠都要自己好 neutral， 即係唔可以太投放、太感情裏邊，即係你要好客觀去拍攝。不過呢個可能亦都係一個死穴嚟嘅，因為我都放映之後請教過啲電影界唔同嘅即係電影人啊咁啊，佢話其實咧紀錄片咧，喺電影嘅角度咧，其實唔係一個新聞嘅角度咯。係啦，咁嗰啲題外話啦，咁但係我就自己即係，因為我其實入晒血咯，我想講，我都有同一啲記者傾到，原來傾下就其實我唔係一個電影人去拍紀錄片，我係一個即係我係記者出身，我係拍紀錄片，所以我係會好清楚俾自己一啲嘅守則又好，一啲嘅界線又好，咁我係盡量唔出聲，所以話都係去到放映，我先第一次踏進。權哥嘅叫私人領域，即係佢嘅生日宴咁。當然啦，我拍亦都係去佢屋企拍過啦。咁但係唔會去參與私人去佢私人生活裏邊咯。同埋好緊守呢一條線啊！我好 feel 到你好緊守呢一條線。因為唔係我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我唔係要去拍一個即係佢裏邊點樣要去？即係亦都有人問過我㗎，即係電影人啊，點解冇佢啲兄弟爭產啊？嗰啲點樣睇得嗰啲片多啊嘛？但係其實佢真係每日就係咁樣翻工啊，同埋你係唔係拍嗰啲嘢啊嘛？係啊，即係我諗每個人都有佢自己想要去留低嘅嘢，咁我就覺得一啲太個人嘅嘢，唔係我所要喺呢個嘢裏邊有係啦咁係咯，咁但係你話有啲咩人走來走去，其實唔係㗎，由始至終咧，裏邊有個角色咧，佢叫阿恒仔，即係佢本身叫做係土盟嘅人，但係其實佢亦都係佢木工班嘅負責人，就唔係話帶住個組織而出現嘅。咁其實我好欣賞佢就係佢係唯一一個都唔係，我諗其實應咁講，我本來想話佢係唯一一個陪住阿權哥走到最後嘅，但係我諗下，其實係每個人都可能喺一個地方去揾佢嘅理想，但係可能唔同嘅際遇，或者係唔同嘅遭遇，或者你自己唔同嘅付出，你覺得嗰個時候你要離開，咁就離開咁樣咯。咁所以，但係你見到大家我會覺得啊，有個位啊，即係點解我會有啲我去拍嘅咧？譬如佢個死線逼近啦。咁譬如阿妹姐即係煮緊飯啊，妹姐啊，佢同阿恒仔哥一啲嘅對話嗰啲，即係因為攝影師都要翻，即係阿傅俊偉佢都有工作啦。咁但係嗰個 moment 就係我覺得係嗰啲張力啦，係即係唔係衝突，但係一啲張力。咁就係要衝去，我反而係覺得嗰啲係最難得嘅，因為佢最自然啊，原來水喉又〜佢冇俾人截水截電，但係已經冇咗水啦，因為嗰個水喉俾人啲鏟泥車碌爆咗，咁就話講到冇水啦。咁水其實要嚟戒木噶喎，因為啲大嘅鋸片咧係需要有木有水咧滴住咧，去令到佢降溫嘅，否則佢就係啦，佢會斷嘅咁，戒唔到木嘅。咁有一段就係佢同阿恒仔哥，佢食緊飯，恒仔哥過嚟同佢講嘢。咁其實嗰度有少少火花嘅，咁嗰段都好難得嘅，因為阿恒仔一路都好抗拒媒體，佢當我係媒體啦，我就話其實我係唔代表任何人嘅，同埋我都唔知幾時會出嘅，咁
咁亦都係嗰日好幸運，就係我係抬住部機去，然之後我就對住佢，跟住佢就冇叮走我，係啦，平時有嘅，即係可能佢唔會俾我拍咁樣，即係嗰日就 OK 嘅。係啦，咁就亦都佢好願，即係嗰日佢亦都第一次佢肯接受訪問啦。我後來即係拍咗佢同阿權哥之間嘅一啲嘅對話啦，咁佢又肯接受我嘅訪問，咁係好難得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係咯，即係個分工就係阿攝影師係主力拍阿權哥咯，係啦，咁同埋啲好靚。我諗紀錄片咧，其中一個幾重要嘅特色咧，就係佢冇稿嘅，佢唔係對稿，唔係大家預先編排。每個人嘅每刻心情，遇到啲乜嘢突發事情或者平常事情，都係由你即係攞住部機去拍攝，就冇預定，甚至乎佢哋咪都未必帶添，因為唔係準備拍攝啊嘛。咁你係個人埋去幾近距離，又要唔阻佢拍到佢當場嗰個心情面貌、感覺、故事嗰一刻嘅感受。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同平時嘅拍攝，即係電影真係原先電影又要 set 頭啊、化妝啊、落咪啊、擺位啊，全部係唔同嘅一件事咯。咁阿輝哥有個回應，佢話我都有一個以前媒體同事，而家都係開咗木工作嘅公司。哇！原來咁犀利，咁犀利嘅，原來有咁多人開過呢啲公司嚇，或者開緊呢啲公司。喂，咁我問翻啊，嗱，時間啊去到好快，已經去到10:11有多啦。我問一啲重要嘅尾聲嘅問題先啊。咁我想問下啦，究竟而家目送喺香港個播放嘅情況，或者係放映嘅時間啊情況，嗰個最 update 係點樣咧？Edith？最 update 就係之前有公映嘅場次咧，都係2場 full house 就爭取到2場，跟住 full house 就爭取到4場，跟住 full house 就爭取到5場，咁全部係個人。但係由 day one 搞放映，其實得我一個人咯，即係由舊年嘅3月去揾場地各樣，去 book 場地，即係所有嘅行政、所有嘅宣傳，其實都一個人。你真係 all in one 喎！真係 all in one，即係你揼個首先揼個 Facebook 啦，跟住揼個 IG 啦，跟住學 Photoshop，即刻去砌掂一張 poster 啦，唔同嘅島啊，咁真係所有嘢去同戲院雕啊，即係總之每一 part 都係自己去搞，咁所以其實去到2月已經好攰，真係心力交瘁，因為我又攞住咁多場，但係我又再加場咁係要自己去 sell 飛咯。即係一個人去。我想問下，如果而家或者之後睇重溫嘅朋友啦，無論喺之前睇嗰套戲，或者想重溫，或者喺香港不過未睇，但係原來知道有機會再睇，佢哋有咩途徑可以知道幾時會再有加場，我又可以買飛睇咧咁樣？其實而家我就想改個形式，就係因為咁耐我哋可以揼到，即係2場 full house，再揼2場翻嚟，再揼2場翻嚟，其實真係全部係靠觀眾支持。佢哋嚟睇咗，然後就介紹朋友嚟睇。咁而家都出現啲有啲2刷3刷甚至4刷嘅觀眾，因為佢哋話俾我聽，每睇一次嗰個感覺都唔同。咁而我自己嗰個圈子散出去其實飽和噶啦，即係我已經冇乜能量。所以你話俾大家聽點樣可以知道你？係啦，所以咧就係，譬如啱啱琴晚嗰個包場，就係因為嗰個有個觀眾朋友，佢去咗尾場，知道佢最後唔得喎，其實應該更加多人睇到喎。跟住佢就雖然佢係代表某個組織，但係其實佢係自己搞嘅，咁係即刻 call 人係睇下有咩方法去搞咧咁。咁我就其實因為嗰套戲喺百老匯院線上過，咁啊就可以喺百老匯院線包場，同埋喺高仙上過，可以喺高仙包場咁樣咯。咁另外就我都會接受一啲社區嘅放映啦，咁但係要傾嘅，因為傾嘅最主要係個場地啊，個場地我要全黑啊，遮光啊，即係個比較密封嘅空間地方係啦嘅，而個 screen 唔可以太細，因為裏邊 Venus 睇過都知，我好貪心，有好多 message， 有好多字，好緊湊，好多嘢。咁如果一個譬如都有啲朋友啊，我有個 cafe 啊，你嚟啊放啊咁，行來行去啊，或者得
20-30，因為同埋我自己因為一個人啦，咁我去做一個放映，我個成本都好大。好大。咁如果係為咗10-20個人，咁我就真係抱歉咯，就唔想咁樣。我想更加多人，即係我唔介意係啦，我唔介意去做，但係希望都真係即刻有人問你，因為我之前我都有聽過，我自己都當時都有問啦，邊間有得睇？我諗我諗可以咁樣啦，即係嚟緊啦，我不如買個好啊，告白講係啦，就係咧會傾緊，而家會翻古洞度放一場啦，因為古洞嗰度已經準備收啦，咁就有 Venus 去睇嘅 Venus 去古洞就入去係咪即係就喺阿權哥間鋪度？唔係，佢嗰度唔得，佢嗰度放唔到。咁係有個教堂啊，都係啦，即係佢個教堂本身就個 building 就好新嘅，但係個教會喺嗰度服侍咧就已經70幾年㗎啦。咁就傾緊，即係睇下，咁佢哋都好即係好 helpful。係啊，我哋都傾咗好耐，睇下點樣啲硬件配合，因為我就唔學得，即係譬如香港有另一套嘅叫做獨立製作，佢就自己一個 team 幾個男士咁啊抬住去周圍放啦。但係我係得一個人咧，我係孭住個部電腦，我都已經係好舊㗎啦，同埋啲線㗎啦。你仲要關節有啲小毛病，自己都辛苦。係啊，每次都真係會報翻一個。你 call Venus 做義工幫下你啦，有時。其實咧，我想問下，想問下你咧，或者幫手一齊做下宣傳啦。我知阿 Celia 其實今次我比較想支持呢一個紀錄片，其實係可以揾你包場噶嘛，直頭係即係同你商議一個包場嘅。因為揾我嘅好處，如果喺戲院就係因為戲院同我有一個叫做deal啦，咁佢會即係一個佢哋只能夠俾到嘅一個叫放映費用啦，但係佢會譬如你知道一個影後談，佢哋會逐樣計錢嘅，即係15分鐘就一蚊錢，再加15分鐘又再加錢咁樣，跟住啲咪啊各樣又要再加咁。但係如果即係譬如我咁樣，即係經我咁樣去傾就呢啲係 free 咁樣樣咯。嗱，呢個咧我想同觀眾分享下，因為咧今日咧晏晝出一啲宣傳 post 嘅時候咧，我話我仲有一個身份，阿 Celia 話我已經好多個身份㗎啦。有一個身份咧，我係冇同阿 Celia 講，但係其實咧阿韓導演係知嘅。其實咧我真係咧呢個香港電影業裏邊，我有一個正式嘅崗位。其實我係曾經做過一套電影嘅聯合監製，係啊。咁個所謂聯合監製係即係其實好多謝嗰套戲嘅嘅導演咧，俾個 title 我嘅啫。咁其實咧都叫做有少少出分力支持下香港電影製作，少少嘅投資咁樣樣啦。咁就亦都所以之後咧，我都搞過啲包場嘅活動。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下。而咧，其實今次咧韓導演咧請完我睇《目送》之後咧，我咧亦都請咗韓導演咧睇嘅另外一套戲，就係又回歸翻我不丹 blogger 嘅身份。我之前咧就搞咗個包場，就做呢一個不丹沒有槍嘅電影放映。咁啊嗰陣時候咧就又到我啊請翻韓導演睇戲啦。但我想同大家講咧，其實包場去放映一套電影都唔係好多錢嘅啫。其實大家歡迎下揾阿韓導演去包場，咁啊請你朋友睇又得，你去賣飛，你自己再賣飛或者咩可以再同阿韓導演安排。但係我成日都其實我同阿韓導演講幾次，好戲咧係應該有好報嘅。所以咧，我哋今日真係好多謝阿 Celia 咧，就特登即係安排呢個時間俾我哋。但我唔係想 round up，其實我有一樣嘢想問嘅，因為咧頭先係講到一樣嘢，我唔知大家趕唔趕住走，但係我真係想問一問。其實咧嗱，阿 Elise 你終於啦咁嘅公映啦，咁佢有票房啦。係，我估有啲收入，當然亦都係冇可能係彌償到你過去幾年咁撲心撲命咁多時間個心力啦。咁但係最低工資都冇㗎，冇啦，實在係。但係其實喺香港製咗個紀錄片，咁樣咁花時間心力，然之後講真，票房回報而家最叻嗰套《四徑大步走》，上次 Celia 我已經講2集，好好聽啦，大家要重溫。同埋套戲當然睇多2次啦。但係講緊可能佢都係即係一套咁難得有呢套都係可能即係幾百萬啦。對於真正香港電影製作嚟講，幾百萬嘅票房亦都唔算話特別好高。雖然而家都好開心㗎啦，呢個票房。但係係啦，咁其實講真，你覺得香港電影即係香港紀錄片啊個發展啊，仲有冇得搞咧？即係佢哋搞嘅人或者你自己啦，可能你有下個 project 去製作香港嘅紀錄片嘅人咧。其實係真係為咗個人興趣或者自己理想，定係即係可以點發展咧？Elise你點睇啊？香港紀錄片嘅發展？我知道有
個別人士其實佢哋喺度默默咁樣做緊，即係拍緊紀錄片嘅。咁但係可能即係我哋冇機會見到啦。咁但係我見到同我同期出現可以即係叫做有機會公開放映，但係未必喺戲院度上喎嚇。即係因為電影節嗰時都講香港亞洲電影節，咁都有另外幾套啦咁。咁人哋全部都係有基金藝發局，即係有一個本身一個製作嘅錢啊。咁我嗰度唔即係嗰啲誒各有前因啊，莫善人啦。即係我冇可能會攞到任何資金。咁但係你講個放映，即係嗱，我而家其實去到琴日咧，就琴晚咧，其實已經係第20場咧喺戲院度放映㗎啦。咁都叫做係 full house，因為我係應該有幾場冇 full house 嘅啫。除咗電影節啦嚇，電影節就喺太古城中心有270幾個位就去唔到 full house 嘅，嗰場係都去到80%嘅。咁但係嗰度就即係冇票房嘅，因為電影節係即係我哋嘅 reward 係一個光環，就係呢個標誌。咁但係即係有10幾場啦。咁但係我想同你講，唔係啊，個製作費 return 啊，其實係 balance 到行政費，放映嘅行政費。我而家都真係一個造字咯。我每一場即係可能亦都係因為雖然 full house。即係，所以我都懷疑，即係其實戲院係咪即係唔好講我哋製作，我就算我即係講個拆賬，咦咁其實佢個成數都唔錯，但係你一個 full house，咦都唔係好多㗎喎，咁你點算咧？咁你就見到其實我就冇資格講嘅，因為但我記得睇咗個訪問，係有另一套紀錄片，佢有各樣嘅資金啦，咁佢就唔需要考慮。不過佢都講到，佢話要播100幾場咧，先係可以 balance 翻唔知邊個費用。咁但係我知道我自己咁多場，我個放映翻嚟個票房嗰個拆賬咧，其實係遠遠批唔到我自己嘅嗰日放映嘅最低工資啊！即係其實係每一場都係其實係。不過我諗其實係要平衡翻心理嘅，因為我由當初去爭取，希望可以放映到咧，我係得個目標嘅啫，就係希望呢個紀錄片 Venus 知道啦，即係因為你睇咗第一次私人放映嗰時好難啊，因為由3月揾場地揾到去6月啦，先通過個朋友咁就幫我即係將嗰個即係申請啦，就俾咗佑寧堂，咁佑寧堂就係即係香港九龍嗰邊，九龍佑寧堂一個比較開放嘅教會嘅，咁即係去到8月就即係終於即係 book 到場，喺嗰度租到場去做一個私人放映啦。咁嗰條路其實都好唔容易走，咁我以為放籠底啊，咁啊結果佢哋睇人 Venus， 唔好收埋咁，咁結果我又整理過一啲嘅鏡頭啊，同埋個聲音啊咁就拎去送檢啦，咁啊同時就入咗呢個亞洲電影節啦。咁講啦，個送檢嘅費用咧，我放咗咁多場咧，終於去到唔知第幾多場咧，先終於冇 cover 到。其實入去亞洲電影節係要點申請㗎？定係佢哋邀請你定你？有人推薦嘅，係佢點樣做咧？咁係有電影嘅前輩佢睇咗，咁跟住即係啦，幫我即係作為一個推薦人，咁就俾佢哋你哋睇下，覺得有冇興趣或者值唔值得咁樣咯。咁都要等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先通知我哋揀咗你啦咁樣。呢個光環都係要天時地利人和。係啊，其實係好感激，係真係真係最初係由電影嘅前輩，佢又話都值得喺大銀幕度放喎，即係嗰個質量咁樣樣，咁先係做咗好多又係癲咗咧，個人逐粒字逐粒音去執咯，即係你諗下有聲軌，即係有聲有跛有 background，有各樣嘅幾條聲軌，1秒有係啦，1秒有好多格噶嘛，50格。24格，因為咧，我想講咧，其實咧，我好欣賞阿 Elise 咧，因為 Elise 佢唔係 day one 喺大學讀攝影開始，唔係嗰種啊。頭先大家聽到咧，其實個
傳媒嘅媒體經歷一個大時代嘅洪流嘅改變啦，嗰個生態改變咗之後咧，Elise 去拍呢兩套戲，即係前後由冬菇浮婷到去目送咧，其實佢自己經歷咗好多自己自學嘅過程，有一啲完全唔識。頭先佢都好謙啦，即係 Photoshop 去諗下學下點樣執啊。跟住其實呢套片咧，佢係由個個起晒格仔。跟住係配字幕啦，跟住效果音效啦，各樣佢都係自己學自己砌出嚟。同埋頭先開咪前我同阿 Vanessa 講咧，其實有個淵源咧，就係你有上過采風噶嘛。其實我爭啲去咗采風上堂嘅，咁但係因為3日咯。你上3日，因為佢係一個 series 有幾日噶嘛，我係有啲日子咧唔得，所以我最尾係冇報到咯。如果唔係，即係或者未必係同一班。咁但係同埋咧，我有一啲淵源，因為我都前後都識幾位唔同嘅導演啦，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戲啦。咁所以我好明你嗰個，你都好謙又講話嚟，即係揼石仔開始，真係你每一粒、每一秒、每一格、每一個 shot、每一段都係自己去砌出嚟，完成呢套戲。喂，我好想睇套戲，但我未睇啦，陰公未有得睇。我想問埋最後一個問題：英國有冇得有機會播咧？因為有啲我 send 去一啲英國嘅電影群組啦，都有啲朋友好有心，因為有啲朋友係知套戲，咁佢哋都問：英國有冇機會有一播？因為而家慢慢咧，都嗱唔係好多啦，但係都慢慢會有一啲香港播放嘅戲咧。就陸陸續續有過嚟英國係有播放嘅，咁目送有冇呢個機會咧？好似好貪心下呢個問題，不過我都係要問嘅，狠心啲都要問，有冇機會咧？黃導其實係機會係永遠有嘅，咁但係自己唔係，其實自己去行過放映嗰條路咧，就知道其實搞一場放映係好唔容易。咁我就聽講係嗰邊啲朋友其實一路都係講緊個 budget。即係唔容易，佢哋可能冇乜信心可以 call 到啲人，即係有嗰個，因為你要有相當嘅觀眾咧，先係可以租到個場啊。冇錯，即係嗰個費用，你先可以 support 到個場。因為係啦咁樣樣啦，我諗係，即係可能喺英國嘅朋友唔係咁集中，我估計係，因為都有唔同嘅朋友話有冇機會去放啊？幫你問下嗰邊，咁但係都係一路都係。傾緊啦，不過我都知道有啲朋友係想幫手嘅，咁係咯，咁我都係開放嘅，即係譬如溫哥華都傾開，不過傾下又冇咗下文啦。其實咧，我想話咧，即係我自己我做包場都做過3次，我想講咧，我係免費送飛㗎，我自己揞荷包請大家睇戲。我想講埋呢句，我都有嗰個壓力咧。係我都驚咧，我坐唔滿啊！即係我對唔住個導演㗎嘛。即係我想話係，就算送飛啊，而且我想講，我之前啲戲都唔差㗎喎。我都會驚會坐唔滿，唔好話賣飛。即係如果係包場要再去賣飛，其實我明白有個壓力嘅。但係我又覺得好戲應該要好補啦。頭先都講，咁所以就係話啦，各位觀眾，今日大家聽到咧，真係要揾下 Elise 傾下包場。我唔知大家咧就個心態啦。OK，我哋琴日嗰個都係佢好快就一個禮拜就截咗嘅，即係會我哋咁多場包場，佢哋嘅賣飛嘅情況係有一場，因為冇乜點宣傳啊，嗰個即係主辦單位，咁佢其他都去得好快，通常一個禮拜到就賣晒嘅。我有一個少少嘅感受咧，以前咧就會覺得，做宣傳啊唔使啦，好似即係咩都好啊嚇，無論係文字嘅嘢、錄像嘅又好啦、電影又好啦、video 好啦，甚至乎 live 都好啦。以前會覺得，冇啦，唔使啦，有石自然香啦，啲人會嚟睇。咁但係後嚟發覺唔係喎，因為啲人可能係唔知啊，唔知咪唔會睇咯，咪唔會去幫忙，唔會去支持咯，唔會去研究究竟係咪自己杯茶。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冇怕醜，真係要講出嚟咯。譬如今日呢一個 live 完成咗之後，無論 Vanessa 或者係阿 Elise 同埋大家嘅觀眾聽眾，如果你睇完你覺得正咧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睇，因為你可以親自聽到 Elise 去解說，亦都可以聽到阿 Vanessa 用佢一個多重身份嘅角色，佢點樣去演繹佢睇套戲嘅感受，同埋甚至乎佢都我話俾你聽 Vanessa 我頭先想講就係，其實我1月翻去嗰時咧，阿 Calvin 有幫我聽你有一場包場。但係我係撞咗期，我嚟唔到，我都好即係都好可惜，遺憾嚟唔到咯。所以我都明白，其實我哋大家都用緊一個唔同嘅角色，希望盡多分力去幫到件事咯。咁我都真係仲係依句，我仲好想睇目送，我睇下即係我應該有機會嘅。
係咪啊？好好啊！你仲敢唔敢再拍咧？有冇 project 而家做緊係喎，定係拍緊㗎啦？ coming 其實係個重點係嗱，如果一個人就真係好孤獨嘅，咁但係會唔會再有傻瓜肯拍咧？唔係，但係你有一個你想拍嘅題材先喎，即係個傻瓜就可能係你啦。咁但係個題材你都要遇到一啲，即係話你會撞你嘅心，會覺得誒呢樣嘢我好想講，好想拍低㗎。你有冇一啲而家 on hand 已經遇到嘅 subject 咧？其實之前一路都有一個題材想拍嘅，咁但係原來咧，即係經歷過目送之後，發覺嗱，因為我第一套《東風浮停》咧就快嘅，大約用一年時間。然之後我坐定係因為有個叫做香港國際紀錄片節啊，咁就有個 deadline，咁我就自己坐定，我好記得就坐定45日咧，即係日剪夜剪，又係跟住我 YouTube 開始學嗰個，因為第一套啊嘛，咁我就45日就搞掂咗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後製係好耐啊。咁我就發覺其實原來你係製唔係話拍啊，而係你製作咧，其實個後製係好花時間，好花時間。係啦，同埋有晒成個故仔。咁但係我本身想拍嗰樣嘢咧，原來因為我即係唔係拖延嘅，即係因為呢個目送咧 last 咗咁多年咧，原來我搞放映亦都係要全身投入咁樣做一個 sales 啦，咁就即係又做去做嗰隻7-8個月啦咁。咁我發覺原來我本身 target 咗啲咧，嗰啲對象咧，佢哋已經有一個唔喺香港，其實係關於女性嘅，即係點樣睇女性，即係自身嗰樣嘢。咁有個已經離開咗佢專業嘅範疇，咁即係做啲反串嘅，有個係，咁已經離開咗，即係喺公眾視野離開咗。咁我都唔知佢去咗邊。咁有一位就已經又老咗啦。咁原來佢就話已經唔會再公開去，明白啦。咁你其實有啲嘢係要時機嘅 timing 好緊要。係啦 timing 好緊要，而你嘅能力係包括你有冇能力喺嗰個時間去把握到。咁即係咁就錯失咗。即係可能我而家所謂個技巧開始慢慢去學啦，咁學唔係學到嘅，即係明白有啲位啦。咁但係我自己，因為我覺得紀錄片最緊要係你自己我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創作嚟嘅，因為你嗰個故仔你點樣整理嗰啲資料啊，其實係咁。如果你冇嗰個 passion 咧，你係堅持唔到落去。雖然我見到我因為我都聽其他導演分享啊，佢哋有好多 support 啦，即係基金啊，好多 endorsement 㗎，見到好長嘅佢哋嗰個 list 都。咁但係佢哋都即係講紀錄片就難嘅，但係我覺得都係咯，即係你信啲乜，你想做啲乜咯。咁但係我就好想拍嗰個就係啦，我即係錯失咗啦，我覺得。咁諗啦，可能係阿 QD 咁諗，創失馬可能有另外一個更加你會遇得到，即係 in coming near future， 可能你會遇到都唔定，即係你知道講你嘅創作，或者 Venus 個自媒體我都覺得其實做得唔錯。係，我哋可以 cross over 一下。你真係客氣啦，其實我從來冇覺得自己做過任何媒體嘅，我只係一個喺網上寫日記嘅師奶嚟嘅啫。師奶，我要揾一次，我要揾一次翻香港要見你先。我哋係未見過面嘅，你明唔明白？係一定要。而其實今日我哋真係有個即係最終嘅目的就係話要同香港人講，香港人我哋仲有一票，我哋仲有張戲票，所以一定要入場支持香港電影呢一張戲票。我再重新講啦。係入戲院睇戲咧，同喺屋企睇係唔同嘅。大家唔好諗住話屋企好方便睇到就算，入戲院個世界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同埋你要明白，其實你付出嗰真係相對嘅小錢，相對一個導演一個成件事去拍攝出嚟，無論牽涉幾多人，其實佢哋用緊嘅心力、時間、精神。真係無窮盡，其實係相對你俾嗰個付出咧係抵好多，尤其是一套值得去支持嘅香港人拍攝嘅電影咯。咁啊，同大家講多句啊，其實咧我又再次做咗一個聯合監製嘅，聯合監製。咁你係咪想講邊套戲啊？你咪想話俾我聽，我有機會揾你啊？係啊，你其實我都有諗。
不如你揾我。其實係可以有得傾嘅。但係我想知道你其實你要做嘅工作係咩咧？聯合監製，即我都白少少直白問啦。咁其實你要做啲咩嘅咧？俾錢投資，哦，投資香港電影，我哋真金白銀。有興趣嘅朋友，我哋一齊真金嘅白銀，俾錢投資香港電影。真嘅。其實都講得㗎，因為係公開資料咧。我之前投咗邊套戲咧，就係呢一個緣路山旮旯。咁因為其實喺個節目上面都有嘅，係啦咁樣樣。咁就咁當然係一套好好嘅戲啦。咁樣樣黃浩然導演一個好好嘅導演，好有心，好愛香港嘅導演啦。咁樣樣，咁所以我亦都支持咗佢下一部戲嘅。其實係，因為佢係用眾籌嘅方式。係我唔知我有冇講多咗啦。咁但係就不過又咁講有興趣一齊支持香港電影嘅朋友都可以揾我，或者揾 Elise 啦，我哋一齊支持香港紀錄片嘅創作啦，係啦咁樣樣係啦。咁希望如果阿 Elise 覺得我可以侵下我哋嘅，咁我哋研究下係啦。唔係嚟緊我都要眾籌啊，諗住係要寫翻低一啲即係關於呢個目送嘅前世今生。我今日就用咗個 subject 叫來龍去脈咯，咁你就前世今生可以即係親翻主題。係啊，Elise 你係諗住出書定係諗住點啊？而家寫緊啦，開始係啊，出書。不過即係寫得差唔多就開始要眾籌，睇下有冇錢可以印。好啦，我而家喺呢個永久保存嘅 YouTube 上面同你講，你揾我。太好啦！少嘅係咁依少少下，我哋一齊眾籌，大家人人加啲，人添啲啊！好嗱，咁啊今日都差唔多啦，真係都1個鐘頭4個字有多啦。咁啊，再一次好多謝 Elise 韓潔瑤韓導演，咁啊多謝 Celia 啦，多謝你，好多謝 Vanessa 啦，亦都係一位好有心嘅，無論你話係一個blogger 又好啦，係一個好有心嘅一個聯合導演又聯合監製又好啦，或者一個好支持香港電影創作拍攝嘅一個香港人都好啦。咁啊好開心，多謝大家今日嚟睇個直播，或者之後睇翻重溫。好似阿 Venice 話齋，段片其實拍咗就而家喺度噶啦。咁啊，所以隨時大家可以 share 出去。咁啊，如果有興趣睇目送嘅，即係睇佢幾時有包場啊，喺咩時間喺邊度咧，就留意住可以睇翻Facebook 同埋 IG 咧都有 Fallen Treasures，即係目送呢一個 page 嘅。咁當然你哋都可以喺個 page 度再 message 韓導都可以啦。咁我亦都會留意翻Vanessa 幾時再有包場，或者有一啲嘅新嘅進展嚇 update 大家。咁如果我有機會再翻香港，希望可以再有機會睇到目送啦，或者去見到兩位啦。係啦，然後我或者要等待英國，因為英國事實上係有一班嘅攝影人或者一班嘅同拍戲有關嘅人士咧，其實移咗過嚟嘅，咁所以我哋先至有呢啲 group 啦。咁亦所以一有香港嘅戲過嚟咧，我哋啲 message update 得好快。咁我都希望有新嘅消息啦。Who knows，有時候有啲嘢真係估佢唔到，可能真係可以安排。咁如果Elise 突然間有一日，喂，有新消息喎 ，Celia 會喺英國播放喎，咁你記得 send message update 翻我 ，WhatsApp 翻我，好嘛？好，咁今日咧我哋嘅live 咧就差唔多，好多謝兩位，好多謝兩位。咁你哋唔好走咗，你收兩句，我哋先同大家講拜拜先。今日係呢個4月3號星期4啦，就嚟 weekend 啦。咁如果 weekend 大家冇嘢做咩好咧？最好去睇戲啦。OK，咁啊留翻，記得如果目送一開包場咧，就即刻去買飛啦，要爆滿去踩滿去場就啱啦。咁就係啦，下個禮拜我會再有 live 嘅。咁如果大家想知繼續留意有關香港嘅活動啦、生活啦、英國嘅咩 update 咧，或者世界各地嘅消息 message 咧，都歡迎去 subscribe 咗Celia Photoraker HK， 即係私人直播室呢一個嘅 YouTube。咁以後咧，每一次有新片出，或者我而家都忙緊剪片啦，有新片出嘅時候，我開 live 嘅時候都會通知翻大家。好，咁啊 Vanessa Elise 同Elise 同大家講拜拜先，你唔好走住，我同你講多兩句。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多謝晒。多謝晒。